保障咧，咱徛好势哦。嘿，准备有来啊啦！哇，老咧，哇，赞！今仔日围炉啦，吼，今仔日2/9暝，所以一定要围炉做伙食饭的。啊，无呢，先互恁介绍一下好无？好，大侠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定来叫小好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玉辉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。大家好，我是婉晴。大家好，我是怡心。哦，村长，我要来跟你做伙食饭。哎，你好。你这道有够青青菜哦而且我有毛炸礼物来。哦，搁早盘手，赞，真好。哎，是讲大喜，阮安尼入来这么久啊，你安尼一直录手机啊，就无尊重人的咧。哦，好，恁大家好啦，我即摆咧无闲，你先莫甲我吵，足重要的。哈？是啥物？大家啊，大家拢来啊呢！记得，来食围炉菜，紧来哇，真青我跟你讲，这菜好够烧的哦，来，紧来食。哦，真青菜。来啊！喂，嘛来啊！等下，先我啥？我袂当欢喜，我。你好来，安尼好，安尼我翕一张相哈，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感谢多谢，你大趁钱吼，好，多谢，新年快乐。哦，搁叫我上。当然啊，这间哦是我上介意食盐酥鸡，好佳哉，伊过年都有开。毋是啦，大喜，今仔日要围炉，你煞家己叫外送，你安尼真无礼貌的呢。你讲话嘛咧好笑的呢，啊你食你的，我食我的，啊大家拢伫遮食饭，啊毋拢共款。哪会共款？我煮这哦，遮尔啊忝着，佮煮遮尔啊青菜，你佮甲我订外送，哈，啊佮有这咸酥鸡，你敢会甲我尊重？好，洪小姐嘛，你先莫生气啊！啊，今日2/9暝围炉吼，大家就莫伤感情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围炉哪会当无过年钱？来，我来发过年钱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即摆吼就是大家轮流来甲我讲好话，我就互恁红包。来，有啥物红包？来，太阳队，行。祝你万事拢如意。啊，多谢你啦，感谢。食水果，日日拢介好。食水果日日拢介好哦，好多谢我新年快乐！啊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有快乐就好啊。啊你，宜过年，花过花钱。过年发过钱，今年要发啦，多谢阿辉。啊，搁有无？我，来，互你食百二，百二我互你袂破病，哦，袂破病。袂泡杯这重要。袂破病啊。好，多谢你。祝你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来啊，真欢喜。探对啊，啊，红包摕出来看包偌济。1箍。尊长啊，你为年头哦，考到年尾1箍，过年1箍，我无啊。白大黑，好，我已经撸你足久啊！你一开始就伫遐撸手机啊，撸的，搁甲我叫外送，搁叫迄个咸酥鸡，我足想要食的。到尾，你搁甲我，互你红包，随拍开看卖内底有偌济钱，你搁嫌我包了伤少，你敢会伤过分？啊，事实搁惊人讲。注定，你先莫生气，我跟你讲，过年哦，上好莫生气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这就食团圆饭，毋那是哦，要甲大家做伙食饭。重点是啊，咱做安尼开讲，联络感情，搁话你一直录手机啊，抹擦大家你安尼行为，互人足讨厌。搁有叫外送，对安尼哦，小钱安尼辛苦煮饭的人，伊会感觉有足伤心的。红包你去甲伊拍开，红包重点是伊的心意，毋是偌济钱。好啦，队长，你若安尼讲啊，我知影，我对我这个爸爸的行为哦，甲村长、甲队长，甲个探险队，个甲小静，甲恁回息咧，我会以后啊，会做一个乖囡仔，有较捌代志啊。感谢队长，你甲我提醒。好，有礼貌。好啦，看白大黑哦，这尔诚心诚意伫回息咧，就原谅你啦。讲实在，过年就是安怎，爱家和万事兴。所以哦，多谢队长，嘛多谢咱的探险队员，甲阮讲这过年时的礼貌。对，恁来提保重啦，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来ca。甲我做伙耍，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
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煞会回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来了，要来刷图摕大片咯。哎，这个文某恁敢拢识？有哦，哎呦，哦，点头完成哦，有哦。主席嘛，无咱来试看卖一个，完成的成是 ing， 啊，降温的，佫有啥物字？心情，哦，心情情用啊个用物件用食饱用阿英，阿莹啦，伊讲阿莹啦，阿莹，因朋友阿阿莹莹啦，对不？阿莹，阿莹对咧，哎呦，阿莹大家拢哦在，做兵的。阿莹，啊，来甲恁讲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刷4块就有1块大片，8块啊拢对就有2块大片，哦，有了解啊？了解。好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哦，开始，来，啊，刷落当念嘛，来这所在，温，UN，温，干温，甘温，甘爱合嘴，干温，甘温对，好来，好，阿继姐，续，刷落去，哎，啊，看清楚安怎再刷嘞你家会当刷这样，爱你刷掉要去倒位？你要看头前的图这样哦，的哦，好，够时间，有心，心金对金顶你创啊，金，你对什么啦？金掉，金，来，对顶你感觉在创啥？手势敢若真高哦，好，来这，这里是，不住，我做掉，是哦，来刷落去，来，好，拜拜哦，汉字，安，汉字哦，你讲汉字，汉字，汉字掉，好，汉字来，赢的哦，来，时间够足多哦，这是团吗？团，团，安全，转掉水哦，哎，你心袂歹哦，哎，赶快过来到心，音，小金纸，小金纸掉，金，小金纸来金，刷落去，哎呦，平常时我哋到笑哦，你刷到位。哦，来，挂仔，摘，哦，摘掉，仔啦，哎呦，哎，过年就说阿辉啊，我想要叮当呢。来啊来啊，阿辉来，哦，啥？快快啊！都混拌咧，来看咩啊？心，咱过来学习一下。心可以让 I M 音，够啥？啉噶，啥音？对，饮水，饮啉水，啉水，啉到啉到。我安尼有啊，真侪字啊。饮水的饮嘛是。好，饮甲啉拢是，还有来后一个字 U T UT 哦，物，够啥？不到，物到，哎呦，啊个骨头，哎骨头，过着，哦，没办呢，一个甲点着就知影，骨头，骨头。小混，哦，混，哎，啊若是讲一个人足安怎，足什么力？迄敢是骨力，过力，来哦，骨力嘛是无？骨力嘛对啊，骨头，同款意思哎，共字的。嗯，好，真高，八块拢对，2块大片车摕。可以听下，摕一个大鼻大小个念出来，台湾的龙山品。好食的哦，四颗，再来，啉噶，好，来大起你。还有灵感，爱煮排骨汤。啊，恁甲排骨汤真好。好，第一关竟然互因摕到2块大片，好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啊拍到2个海贼，就有一摆做鬼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哦，你有感觉？一定来国小的探险队员哦，都拢点食三碗公呢。系啊，伊拢足无爱讲话的感觉。哎呀，啊不过是咧足有的哦。对，这首有够厉害，那有参加比赛，而且佮得优奖。第一位哦。啊是啥物款的比赛？哎，是不是有迄种 IN 迄种？对，对啦，有一种 IN 迄叫啥物？
读者剧场啊。什么？读者剧场，读者剧场。哦，恁敢袂当演一段互阮批判者？我阿母讲，好天就准予来娘，伊半年会带我去互科医生做检查。哇，无酒气，听起来互人足新鲜呢。哎呦，阿芬，莫干那欣赏别人，趁即马喙齿也会当医，紧去互医生治疗较赢啦。是啊，到时喙齿拢慢条，恁母也着爱开大条的啊。上尾我搁提醒大家，咱台湾的健保有提供12岁以下的囡仔，半年我一解核素，会使互你的喙齿搁较勇健哦。好啦，听你安尼讲，喙齿爱对我食到老，我决定提出勇气去治疗，开始教我的酒堂大请拼。喙齿若好，喙斗就好；喙斗若好，元气就百甜。上课袂拄久，老师就袂骂你啊。好，莫搁讲我的见笑代啊啦。喙齿有保佑，身体就健康，大家爱照去讲好啊！顾喙齿啊！你在起面在去准备啊？妹妹，哎，甲我顶者。你是去倒一间去考啊？我这是有去看的呢。讲姐，真正喙齿要顾好，是呢喙齿真正是太重要，唔好去开大条的。对啊。好，来哦，来到这个安怎来摕大片呢？2袋就1块大片，4袋若拢对就2袋大片。准备好啊？来哦，林来噶，来，会用开始哦，吼。来哦，看到什么哩？等下小想看卖，你们要安怎做副哦？较低较低，我袂甲你骗。嘿嘿，啊你叫我管啊！好，你爱上大看卖，你才知影伊的角度。较低，真的，你搁用，你搁去哩啊，较低嘿，对。差不多安尼，差不多安尼哦。啊，我，那个无到。这样啦，吼。哎，到位啊，到位啊，我，第一个哩，这个你吼，心，心，来后一个哩，看好哦。中迄个。哦，有，快头前吼。阿母买一领新衫，予我就幸福的。挺好。挺好的，对。啊，注意来，看好势哦。来哦，换拼酸。哎呦，我赶快呢！来，较低较低嘞，伤悬伤悬。 KIF。哦，你讲伤悬呐！哇，bonus 出来了哦！哦，哇，什么发音呢？KIM。哎呦，我祝福你赶紧大掉。哦，你甲祝福哦。真好。好，等者哦，等者吼。哇！等者吼，该讲者吼。阮阿母会摕金纸去祝新明生日快乐。就有心了，哎呦！哦，这个等足久啊，这个开足摆哦。哦，行。哇！新疆你正，较正。看要对的样子哦。换。老师拢学了我的发音就正确的。我只是做袂到呢，我足甲讲的。我讲诶。来，你先来过来，你出来甲带落。来。我咱来讲 bonus 迄题好。金甲足。这个金细细的花莲是阿兄祝我生日快乐的礼物。啊，真好。哦，就这啦。哎呀，阿兄别人就好诶。3题真可惜啦，是大较袂准，啊，不过 bonus 是摕到，嘛是通啊摕到2袋大片啦，请摕。拢会用者哈。袂啦，上起码有手起来一题啊。咱今仔伊摕着保证牛角豆金箍箍啊，到哈，直接打起你。对啦，伊就摕着金箍箍啦。我祝福恁摕到金箍箍啦。他对伊来遮说你哦。好，4袋大片已经来到上尾关啊，到底上尾通啊摕到几袋大片咧？准备接招，金来噶！小人无同款，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探险队，恁敢有阮这敢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
啥人无共款？哇，刺激好耍！今仔日阮派出来是咱在船仔顶上介厉害的洪小姐。上巧的哦。哇，恁敢平常时敢捌耍过这个游戏？无无啊，一届，有捌耍过一届。对，啊，安怎算恁家加减知影？知影就是甲答甲我讲等者。袂用诶，你抽到题目的时阵，你爱去形容。啊，毋过你爱讲，袂使伤过明显，而且你袂使甲真关键的事讲出来。讲出来对啊你一讲出来，人就知影你是啥物。赢过阮1分就1块大片，2分以上就2块大片。就是安尼，来，请抽考啊！来啊！来哦！但答唔爱甲我讲哈。家己看啊，袂使后边爱看到啊！千万唔通互隔壁看拢会当到，哦，拢会当哦，千万唔通，千万唔通。唔通哦！这个牌有水无？你要甲背起来呢？啊，先看我先打起你啊哈。好看。哦，我是敢若看啥久咧你甲。我讲迄啥？你若看无边仔遐图，呀，哦，了解哦。了解。好来哦，要开始啊！第一轮，第一位请讲。胖胖的，胖胖，你的气味啦。气味胖胖的，胖胖，应该是臭豆。哎，嘛胖哎，胖。胖胖呀。来第二位，请讲。会使食，会使在食。食敢会是？哎来，因为一开始第一轮我感觉就爱买，我拢唔知。哎，就爱买，就非常爱买。哎呀，来第三位，请讲。可能有足侪口味的，哦，有这个口味的，水水开咧。哦。来哦，咱的洪小姐，请讲。来哦，咱的洪小姐，请讲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再看弟弟弟。弟的，弟弟哦。弟弟好来，第一轮，咱小可复习一下，恁每一个人讲过啥？第一轮第一位伊讲胖胖的，啊，第二位讲呢，会当食。第三位讲有真侪口味，啊，我前讲哦，弟弟，弟弟的，这是第一轮。好来，第二轮第一位，请讲。有足侪造型的，哦，造型，哎胖胖的，还有这个造型。好来，第二位，请讲。别别，有在卖？听起来甲咱讲有顶无咧卖物件？有啊，咱有看过咱的。感情，讲有咧卖，咱的友情敢会当卖掉？咱的有心中可能我。你偌济你就来啊？对，有可能。原来你是这种，我原来。无啦，无啦，讲笑的啦，这咱无咧卖啦。对对对，好哎，好，有咧卖，有咧卖。来第三位，请讲。会当食冰的嘛，会当食烧的。哦，比那个烧的敢拢有会。有啊边有啊。吃烧的都会有没有？来，上尾一位，嫩嫩的，会啥？嫩嫩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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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你有进步。好来，咱即马搁做伙来听看觅，恁第一轮甲第二轮所讲的是啥？第一位讲的是胖胖的，有真侪造型；第二位讲呢，会当食，啊，这种物件呢有咧卖。第三位讲的伊有真侪口味，啊，通啊食冰的，嘛通啊食烧的。我前讲的呢，甜甜的，啊个软软。来，小想看觅咧，什么人甲你无共款？准备投票，啥人无共款？来打给你。哇，哇，为什么？想做？那会安尼？那会是这个结果咧？三个共款的是胖，胖，哎呦，敢若一个无共的是鸡卵糕。鸡卵糕请野手。给人哥，你也当算啊？哎，搞！你们开记者会道歉吗？好，我感觉吼，可能要开记者会道歉的是第三位。咱这个第三位，你是安那道理好咧？伊讲胖会当食嘛，绝对会当食。当家是啊。有咧卖啊。有咧卖，感觉怪怪，啊，你胖无咧卖？讲话方法哦有亲像歹人。哦，亲像歹人。伊听伊讲话感觉就是歹人，你就是歹人。可咧家己。啊，选啊，你安尼甲误会。啊，评选你哪会想要选3号？甲你无共款。冰的烧，我比较好乱一个。讲话
咱有当食。对会当啊对啊，哎呀，啊，如果冰的有啊，有当时啊，迄落咱会摕去冰啊，摕出来就通随食不啊。是啊泡芙，啊，搁有啊，咱去食饭桌，啊，毋是有迄冰内底较冰的啊，芳叶的迄种的哦，啊，迄嘛是。迄嘛是食冰的啊。对啦，嘛是食冰的啦。1号你哪会想要选3号？嘛是因为伊讲冰的甲烧的我就。啊，你看，又乱一个啦。啊，你当时发现你家己甲别人无同。诶，应该是迄个造型啦。哦啊，我毋过我无想到是胖，我是想到迄个。这样。你在讲华语名字，哎，但是你会使讲华语，会使甲你讲迄个哦。鸡蛋糕有无？哎，啊，就是别人讲两个啊是。啊，就是有一种是烘的，啊有做这个有青啊、动物迄种的，嘿啊。好啦，歹势啦，阮大姨婆有1分，啊，恁无半分，所以无半块大片啦，歹势。哇，总算是有秀起来啊！上尾摕到4块大片，目是有机会摕到宝藏啦，到底敢摕到咧？赢来噶！另来国小的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咯。哎，一半的机会哦，敢有信心？有哦！哎呦，评选真大声哦！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这样，一半一半。这样就好，安尼就好，有要刷位无？安尼就有这样好。安尼就好。好，拢可以啊，手甲花咧。你是全村的希望啊！大家大来呗我讲请飞的时阵才飞哦，而且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，爱飞超过金座。请飞！啊！颁奖！哇！我都叫你摕去啊，今日摕到是木造佚佗米。来，我很看钱，真的啊！哇，过年时爱赚钱哦，过年期来。这是爱家己斗的迄木做的钱筒啊，对，过年拄好用的对。厝内面敢有这种空啊家己斗的钱筒啊？敢有？做的敢有？木做的啊，家己斗。哦，你看看甲拢忙去啊，表示因足介意。对啊。好，评选啊，今仔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真欢喜。真欢喜哦。啊，为你咧，你的心情啥款？足开心的，就欢喜的。欢喜。啊，阮是你的感觉咧，今仔日。我感觉足刺激的，足刺激的啊，足刺激的。对啊，心心你咧，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哦。惊惊啦！这紧张就对啊。嘿啦，第一个来紧张啊，无紧，恁的关系啊，恁的关系。后摆恁就通啊表现得愈自然，啊愈轻松，台语愈讲愈好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好来，是啊，继续爱台语哦。台语哦。爱落去啦。哎，啊，投票爱欠钱哦。